中共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選擇咗喺8月12號天文奇觀嗰日離世，享年98歲。訃告特色係為咗習近平嘅獨裁敘事。黨媒宣布朱鎔基落台，中共中央、人大、國務院、政協聯合發訃告，喺宣告佢離世嘅同時，送上朱鎔基嘅簡歷同仕途軌跡圖。訃告特別強調咗朱鎔基嘅政治態度，話佢退休之後唔單止堅決擁護胡錦濤嘅黨中央，同時亦都堅決擁護同支持以習近平為核心嘅黨中央，算係回擊咗退休老幹部唔贊成習近平獨裁嘅傳聞。特別係喺北戴河休假啱啱結束嘅呢個時間點，訃告一如既往咁強調係黨同國家嘅重大損失，但就完全冇話俾外界知喺救治朱鎔基生命嘅呢長達6年時間入面，佢喺ICU搶救嘅狀態下，每日費用超過3萬蚊，總花費超過6570萬蚊。而呢段期間，朱鎔基冇講過一句有貢獻嘅說話，更唔好講做過啲咩事。但訃告冇講呢啲，後面嘅段落仲同訃告完全無關，離題萬里，繼續用嗰啲4字成語，鼓噪全國民眾要緊貼習近平，團結奮鬥。朱鎔基最後一次露面係喺2018年，作為清華經管學院首任院長同顧問委員會名譽主席，佢喺北京會見咗顧問委員會嘅海外委員同代表。而佢最後一張相係喺2020年10月佢92歲生日嗰陣，喺社交網絡流傳出嚟嘅。相入面，佢同醫護人員一齊慶祝生日，身穿紅衫，滿頭白髮，精神狀態看似仲幾好。自此之後，朱鎔基就只剩下滿天飛嘅傳聞，所有重大活動都唔再見到佢嘅身影。所以，朱鎔基嘅離世到底算係咩損失？朱鎔基係黨嘅人，明言好多亦敢罵人。朱鎔基曾公開表示，佢自己係個孤兒，父母好早就過咗身，佢從來冇見過自己父母，亦都冇兄弟姊妹。所以朱鎔基話，1947年佢揾到咗黨，黨就係佢嘅阿媽，佢係全心全意將黨當成自己親生老母。但偏偏有人唔信朱鎔基嘅自傳，話佢出生喺長沙當地好出名嘅好地主老朱家，雖然老豆死咗，但老母陪到佢9歲，而且屋企好有錢，根本唔係黨媽俾錢養大嘅。不過朱鎔基就係指忠誠於黨，口頭禪係非常惶恐，怕辜負人民群眾嘅期望，亦為黨留落唔少名言。1998年3月，朱鎔基喺9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當選總理後答記者問，好有氣勢咁話，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，我將勇往直前，義無反顧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唔管前面係地雷陣定係萬丈深淵，我都會勇往直前，義無反顧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到了2000年3月15號，朱鎔基喺記者招待會上討要我卸任之後嘅名聲，力證自己係清官唔係貪官，仲希望全國人民慷慨啲，話朱鎔基仲係辦咗啲實事嘅。其實朱鎔基最出名嘅言論莫過於棺材論。陳希同貪污案之後，朱鎔基公開宣稱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，對老虎絕唔可以姑息養奸。準備好100口棺材，也有我嘅一口，無非係同歸於盡，換嚟國家嘅長久穩定發展同老百姓對我哋事業嘅信心。遺憾嘅係，朱鎔基關於狼嘅故事冇流傳落嚟。到了習近平反腐，廳級以下嘅官員都被統稱為蒼蠅。好喺朱鎔基講過嘅民不服我能，而服我公，吏不畏我嚴，而畏我廉算係一語中的，到依家關於佢貪腐嘅消息幾乎係零。朱鎔基講話實錄入面有呢一句話，咁喺我面前反對，令我下唔到台嘅人，我會重用佢。而朱鎔基自己亦確實咁罵人，佢冇李鵬嘅狡猾同劊子手嘴臉，冇李強嘅溫婉，亦冇溫家寶嘅至理名言，而係直白坦蕩，留落唔少發脾氣嘅片段。佢做副總理嗰陣，就可以指住銀行官員個鼻怒斥自己唔勤政又唔廉政，吃吃喝喝，亂批條子，任人唯親，到處搞關係。1998年特大洪水，喺九江堤壩決口現場，朱鎔基更加係怒罵豆腐渣工程係王八蛋工程。
仲有出名嘅配套撥咗1.5億低保資金呢個段子，亦被朱鎔基狠狠反諷過。因此，朱鎔基有鐵面總理嘅美譽，退休後將自己近4000萬嘅版稅捐俾慈善事業，亦係媒體報道過嘅。但仲有咩係真實嘅？朱鎔基嘅功過評說係為江澤民肝腦塗地。朱鎔基喺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間擔任中共總理，同江澤民組成江朱體制，江朱搭檔，為江澤民執政做出咗好大貢獻。喺中共政權面臨缺錢、維持統治困難嘅情況下，朱鎔基向地方諸侯徵收財富，強推分稅制，可以話係直接延續咗中共嘅壽命。1994年前後，朱鎔基推動金融體制改革，包括強化中央銀行體系，推進政策性金融同商業性金融分離，建立商業銀行體系等。喺推進國企改革、下崗分流、兼併破產等方面非常有成效。而二奸二假嘅江澤民，其實係喺度坐享其成，讓官二代、紅二代喺朱鎔基嘅改革入面悶聲發大財。朱鎔基將一個中央財政越來越窮、地方越來越強、銀行被地方同國企大量佔用、國企大量吃財政嘅舊體制，重新改造成一個中央財政、金融同行政調控能力都明顯增強嘅體制。有講法指，如果冇1994年嘅分稅制，後來中共喺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嘅高速增長、基礎設施建設、加入 WTO 後嘅宏觀調控，甚至後來中央政府應對金融危機嘅能力，都會係另一個樣。雖然歷史冇得假設，但如果中肯咁評價，朱鎔基俾咗江澤民政治動力，喺江澤民執政期間鞏固咗中央集權，做大咗中央財政，先至令到江澤民有政令通行、無惡不作嘅現實。例如1999年對真善忍群體嘅滅絕式鎮壓，以及中央財政無底線嘅支出。所以客觀評價同概括最準確嘅莫過於朱鎔基最大的歷史作用係喺1990年代幫江澤民重新建立咗中央對財政、金融同國企體系嘅控制能力。而江澤民作惡多端，朱鎔基負有不可推卸嘅重大責任。張家界頂有神仙朱鎔基觀念嘅一生。朱鎔基幼年曾經喺大容，即係依家嘅張家界讀過私塾。2001年暮春時節嘅4月8號左右，朱鎔基去咗一趟張家界。朱鎔基喺張家界寫咗首詩，縱訪湘西有感並懷洞庭湖區。呢係一首對仗尚算平穩嘅七律。湘西一夢60年，故地依稀別有天。吉首學中多盡現，張家界頂有神仙。熙熙新市人興旺，座座同山意快燃。浩浩湯湯何日現？葱朧不見夢難圓。其中張家界頂有神仙，仲被刻成咗碑文。呢喺中共官員嘅詩文入面好罕見，因為神仙歷來被視為封建迷信嘅代名詞。雖然呢個唔代表朱鎔基相信輪迴或者宗教，但睇得出佢內心仲係有敬天畏地嘅情懷。1999年4月13號晚，朱鎔基訪問美國，喺紐約出席咗由紐約經濟俱樂部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等機構聯合舉辦嘅晚宴演講。現場上千名聽眾都被朱鎔基呢場演講吸引。佢解釋咗中美貿易逆差等問題，其中舉嘅例子好有趣。一雙喺美國零售價120美元嘅 Nike 運動鞋，中國工廠嘅出廠價只有20美元，留俾中國工人嘅微薄利潤只有2美元。更有趣嘅係，朱鎔基仲話：中國人民靠食小麥同金骨就可以活下去嗎？可以，但我哋想活得更好。喺中美關係上，朱鎔基嘅講法相當震撼，打出了可以信賴嘅朋友呢張牌。不過喺民主同法治問題上，朱鎔基講嘅嘢更可以看作係江澤民嘅命令。朱鎔基話：唔係我哋害怕民主，唔係我哋唔願意實行法治，更唔係我哋要侵犯人權。請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中國同美國係唔同嘅。中國有2000年嘅封建歷史。接着佢話中共先執政咗50年，我哋人民嘅生活水平比你哋低幾十倍，教育程度亦比你哋低幾十倍。喺呢種國家入面完全採用你哋嘅民主形式係唔可能嘅。然而大家平時看到嘅版本往往唔係呢段原話，而被改編成了中國有12億5千萬人口，其中有差不多1億人係文盲。
如果照你哋現時嘅選舉辦法，聽日就選總統，中國非大亂不可。仲有講法話，朱鎔基後來解釋話，選舉要由基層做起，例如農村直選村長。而且朱鎔基堅稱維穩係重中之重，冇咗穩定，中國咩事都做唔成，更談不上民主。呢啲荒謬言論同江澤民如出一轍。1990年1月，江澤民喺山西考察嗰陣就撒謊話，我同外國人坦白講，我哋現時唔用直接選舉嘅辦法，點解呢？我哋11億人入面有2億文盲，點樣直接選舉？呢唔係好清楚咩？呢度要說明一下，江澤民嘅愚民術來自商君書、愚民、恐懼術、壟斷資訊、弱民，呢個係治國之道，剝奪老百姓嘅反抗力量，疲民，令民眾疲於奔命，法令之章，賦稅徭役壓制，辱民，收繳百姓嘅物質享受，更重要係鼓勵互相檢舉揭發，貧民，將如銀如財剝奪殆盡。一句話，掠奪財富，令民眾為生計奔波而忘卻所有。如果呢5招唔靈，就殺之，即係動用國家機器實施殘酷鎮壓。一句話，國家只需要2種人，士兵同農民，而呢2種人都不過係權貴嘅工具。呢一套，習近平嘅學習強國更加係奉為圭臬。關於選舉，朱鎔基喺記者會上亦有過好令人驚悚嘅講法。佢表示贊成民主選舉，但政府機構包括選舉總理、主席屬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。佢認為要通過法律程序進行，至於幾時可以實現則難以預計。呢段話相當忽悠。將朱鎔基嘅話同溫家寶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嘅言論結合埋一齊，大家會發現中共高層明知獨裁體制如果不改革，下場會不堪設想。溫家寶講咗後果，但冇實際內容，顯示佢想推動嘅政治體制改革只係一個夢。文革嘅歷史悲劇仲會重演，佢亦無能為力。美國是一個熱愛自由、開放自強、充滿活力的國家，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、勤勞智慧、誠信自守的國家。我們這2個國家建立在3個聯合公報、政府的聯合聲明、相互的莊嚴承諾的基礎上的友誼，是牢不可破的，是任何人不能離間的。在中美2國之間，沒有任何問題不能通過友好協商而得到解決。我們之間會有不同的意見，只有能說不同意見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，只有真友才是摯友。I love Chinese people. I love American people. Thank you. 我是一個孤兒，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，我沒有見過我的父親，我也沒有兄弟姊妹，所以我是47年找到了黨，黨就是我的母親，所以我是全心全意的把黨當作我的母親。不是我們害怕民主，不是我們不願意實行法治，更不是我們要侵犯人權。請你們一定要了解，中國跟美國是不同的。中國有2000年的封建的歷史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50年，我們的人民的生活的水平比你們低幾十倍啊，我們的人民的教育的程度也比你們低幾十倍啊。在這種國家裏面，完全採用你們的民主的形式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講到呢度，觀眾或者已經有一個總體印象，朱鎔基係個點樣嘅人，給歷史留下了咩？大家心目中應該好清楚咗。只不過高牆之內對朱鎔基嘅逝世已經唔再像過去咁糊塗。下面呢段話就非常有代表性。如果你仲對老同志去世嘅消息感到心有戚戚然，表示哀悼、追思、惋惜嘅小朋友們，真係應該好好排一下多年嚟滲入腦細胞深處嘅毒。佢本身就係利益共同體嘅一部分，眼下嘅困局有佢不可磨滅嘅功勞，
你今天所背負嘅新3座大山就係佢嘅傑作。尼埃嘅毒打仲未夠，睇明白咗呢段話，你或者會睇到新嘅希望。